高雄市大树九曲洞的这个菜市仔呢，自6月开始改建到今，毋但这时间是安尼拖刷刷，而且做一半阁无要插啊。有议员是认为讲，这包厢安尼做，有一寡店头呢是无通去做生意，而且这租金阁直直安尼了去，这是真无合理的代志。那市政府是表示讲，已经找到新的包厢，会重新来施工。 这到底是谁挂的白布条？我也不知道哈。议员讲的白布条是厂商刊的，申报高雄大树九曲洞菜市仔改造工程的厂商，工程做一半就放讲歪插，咱实际来到市场看，规个土骹乌甲空空刻，一条长长的狗仔都怀伫个店面头前，有10外台摊商受影响。摊商讲，工程自6月开始做，较打半年也未好，伊的店面拄状况好，就断掉施工。即阵敢若会当伫平久的大头价卖。卖到半年啊嘛，拢无任何的补助啥啊，租金也是照收，就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。你安尼行李差偌济啊？应该差8成有吧。我们是卖便当、卖吃的，对，然后所以就根本没办法营业，所以他施工到现在，我们一天都没办法做。 摊商讲，因为会营业便当店已经半年无做，不过租金也是照纳。议员23嘛，伫议会质询，市府规定已经找到新包厢，最近就会重新施工，后续工期大约100天完成。议员强调，已经做半年啊，即阵搁要拖到过年了，对咧要求缩短工期，嘛要对摊商的损失做补偿。伫阮的市场影响较济，大家生意歹做，为大家拢个关开，那你们这一些。 租金是不是有减免？这个租金呢，这港区啊不得利的，好。那另外在救济补偿的这个部分，我会请经发局来研议，啊，在这段期间受影响的生意到底范围有多大？那政府我们应该要做的，要补偿，这个我们会来做。市场大建会补偿摊商的损失。九曲洞菜市仔自民国59年启用，较确实有真侪设施需要改造。针对议员讲的通风散热的设施，市场也大建会纳入工程做改造。记者郭家祖、邱兆勇、高雄场报道。